大家好啊！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有關龍門踢腿熱身嘅訓練。呢個訓練可以有效提升守門員嘅協調能力同埋下肢肌肉柔韌度。喺比賽入邊，守門員需要手腳並用進行撲救，從而提高撲救率。所以守門員嘅柔韌度同埋協調能力十分之重要。喺呢個熱身動作入邊，守門員需要將雙腳踢至膊頭高度。踢腿時，非活動腳記得要腳踭離地，雙手舉高，模擬真實守門情況。由於大幅度嘅動作有機會引致拉傷，所以各位守門員踢腿前一定要做一種動態同埋靜態熱身先，即係跑步同拉筋。守門員亦都可以喺動作入邊加入提腿，呢個動作都可以進一步提升守門員嘅協調能力。守門員可以將熱身分為左右腳每10下一組，做3組。今日有關龍門踢腿熱身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